我喜欢吃巧克力。我也喜欢。我数着1、2、1、3、1、2、1、3、7、8，慢慢的喜欢，眼神中弥漫奇怪，怎么就这么想要跟你谈一场恋爱？我数着1、2、1、3、1、2、1、3、7、8，慢慢的考试了，错啊，没有还好。所有的一切分给你。很烫，会烫。哦。窗外的阳光照进我，不大不小的心窝，你总是带着那笑容，闯进了我的生活，把外套给我，把冷着，细心温柔的配合，我也想把那些擦出来的美好统统分给你。我数着1、2、3、1、2、3、慢慢的喜欢，眼神中弥漫奇怪，怎么就这么想要跟你谈一场恋爱？我数着1、2、3、1、2、3、7、8，慢慢变勇敢，一起去承担你所有的一切分给你。好吗？对，很是。也总是躲藏在角落，不要。愉悦情擦肩而过，要遇到对的那一个，生活就充满颜色。我给你洗有点不好录，那我就给你奖励，抱着你。哪怕有时会被说，但也想把藏起来的美好统统分。不然你还洗啊？但希望有那么认真一点。没错。你要感受你自己。我是在认真洗，然后现在在背部。好，那我说比赛。你爽哪？喜欢啦。今天来挑一下黄信赫的情人节礼物，来买硕挺的情人节交换礼，希望他送我这个。其实我在想要不要送他一个钢笔之类的东西，常常看他还会找不到笔，还有帮他买一个装笔的东西。我觉得我可以送他纸，这样他以后就可以做东西给我吃。洗澡，我帮他洗就好了。好，送他喜欢颜色，然后就我喜欢的。为什么要买2个？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背一样的包包，情侣。不知道他喜欢蓝色还是黑色，怎么办？我关键的一个选择不出来。还是我们看他会选什么？那另一个不要就是我。真的说交换礼物。大的魔法。